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段是潮州的吉庆锣鼓乐大吉大利，您是不是觉得也感受到一种大吉大利的这种感受呢？接下来我要为您继续介绍的是在广东的吉庆音乐。广东乐在19世纪的下半叶在广州是十分流行的，当时呢是以琵琶为主奏，次要的有筝、箫、三弦、野胡，直到了后来出现了二弦、提琴、三弦、乐琴和横箫等等叫五架头。这种五架头俗称是硬弓形式。到了民国15年之后呢，改了以二胡、琴琴和扬琴的三箭头，俗称是软弓形式。以后逐年就增加了。在增加的这些乐器当中，包括中乐器跟西乐器都有，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来听听这首著名的广东喜庆音乐《步步高》。我们听完了刚才那首广东乐曲形式的喜庆音乐《步步高》之后，接着要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属于闽南的吹打喜庆音乐。闽南吹打又叫做闽南石音，它流行在晋江地区跟泉州市。当地的人在公余闲暇的时候，夜间呢是经常聚在一块演奏，不但自娱，更可娱人。于是渐渐的就成为婚丧喜庆、节日习俗的一种仪式音乐了。也由于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于是就有专业艺人开版授徒，充满了蓬勃的气象。同时，在闽南的石音呢，也被梨园戏、还有高甲戏跟打城戏所接受，作为戏曲的场景音乐。闽南石音的起源很不容易真正找到文字的证据，但是从曲牌跟乐器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它跟北管系统比较接近，和南曲呢就相差得很远了。所以闽南石音很可能是从北方传来的乐种。接着我们就来欣赏一段闽南的即兴吹打乐《锦绣前程》。
闽南式的吹打即兴乐是锦绣前程。我想像这种乐曲的声音，在台湾的朋友们一定非常熟悉。您可以感觉到，在很多庙会的时候，或者是有菩萨要出行的时候，在前面的这个乐队所演奏的就是这一类的曲子。当然，这也就类似北管的声音了。北管的大锣鼓是有名的热闹，在各类节庆台场里都少不了它。尤其是家中有喜事，但是娶媳妇啦、生孩子啦，或者是大人做寿啦，都得增添点吉祥的气氛。而闹听这一类的吹打呢，就在堂中响起了。节目一开始，我们请朋友们听了许多民间式的即兴音乐。那在这之后呢，我们来换换口味，听一首由国乐团所演奏的即兴音乐《福寿全》。我们也可以借着这首音乐来比较一下，究竟是国乐团准确的音准、丰富的配器所演奏出来的乐曲比较感人呢，还是土生土长、自然萌芽的乡土音乐比较能够感动人？
们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由配器非常齐全的国乐团所演奏的即兴音乐福寿全。在听这首音乐之前，我也请朋友们您注意听一下，是由这种音准非常准、配器非常丰富的国乐团所演奏的即兴音乐所演奏出来的曲子，比较能够感人呢，还是土生土长自然萌芽的乡土音乐比较能够感动人？以我个人来说，我是觉得土生土长的这种自然配成的乡土音乐比较能感动人，因为它是人们的心灵的一种契合。但是以国乐团来说，它好像是硬灌出来的一种模式，而让人感觉到，准是很准。导读哦，晚安。好，晚安。